来看昨日8连假的上尾日落，金门因为雾造成海空交通大乱，航班拢取消。今仔早起7点，金门机场开放现场保卫，都有上千个人等要候补。今仔早起又搁有雾，飞机嘛搁暂停起降。小三通嘛因为能见度无好，早起7点40分开始，船班嘛暂时停驶。其中到12点已经解除雾特报，金门到厦门的航线嘛已经恢复往来咯。 旅客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看起来拢真忝，搁拄着大雾，大家拢无愿意。金门机场柜台伫8月1日起人开甲满满，大家拢希望会当坐到候补的机会，顺利登去做。不过伫线上登记候补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，要登来本岛的航班，逐班拢客满。有旅客惊讲坐袂到位，赶紧伫透早3点就来排队，也已经传好备案。再没有飞机怎么办？ 这没有飞机啊，没有飞机，我会厦门再直航到台北，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？那一定是嘛。气象署针对金门、马祖发浓雾特报，两个地区拢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。这后，一早起航班搁受到雾影响，民航局公告。 早起9点26分开始暂停起降，不过伫9点40分左右，能见度较好，如果恢复起降，敢若是候补要飞台北的乘客就已经超过800人，大家想要转去，希望天公伯啊斗3天。啊，如果真的起雾没办法回去怎么办？ 再住一晚啊！再住一晚，还没想到下一步。另外，小三通也受影响，海域的能见度无好。金门县港务处经过甲大陆方面协商了，8月早起7点40分开始暂停往厦门的航线，直到早起9点40分开始恢复行驶。我们会抢疏运，因为下午可能又会起南风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会尽快的让旅客达到一个通关。也是来旅游的吗？对对对。 啊，被困几天了？就昨天晚上被困了。伫早起10点50分，港务处又搁公告往厦门的航线停航，雾来乱，能见度有时好有时歹。旅客伫咧坐船进前，一定要向船公司确认航班的资讯，避免到现场煞无船通坐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